近排咧睇啲影片留言咧，有人話你肥咗。係喎，真係肥咗啊！唔知點算啊？唔緊要，師傅準備咗啲好嘢俾你。咩好嘢啊？就係呢個 Slimpro 極瘦菌啊！呢個咧係臨瞓前食噶，食咗咧瞓喺度都可以瘦。有冇咁神奇啊？係咧，睡前咧食咗之後咧，28日可以輕2公斤。真定假？真啊，因為佢係好多有益嘅活性菌喺裏面㗎。減肥好辛苦，想瞓住都可以瘦。懶人減肥法，零節食、免運動都可以輕鬆瘦。想知點樣先可以一勞永逸？其實只要養好腸道瘦菌，踢走肥菌，就可以提升熱量代謝，從根本養成易瘦體質。每日睡前一包 Collagen Slimpro 極瘦菌，將200億瘦菌定植喺腸道，平衡體內肥菌嘅比例，增加腸道瘦菌，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，阻止脂肪合成，加速白色脂肪燃燒，唔需要刻意節食同運動都可以瞓住瘦。Slimpro 內含5種醫療級極瘦益生菌組合，同埋5類消脂成分。臨床實證持續服用 Slimpro 極瘦菌4星期，喺冇節食同埋增加運動情況下，體重減少2公斤，體脂率下降1%，有多項國際抗肥減脂文獻同埋專利認證。極瘦菌可以做到相同嘅飲食，但係有唔同嘅體型，配合埋另外一個產品啦，個效果更加好。CaloCut 懶人燃卡減肥啫喱，可以咧阻隔66% 嘅澱粉吸收，因為澱粉係最容易肥噶。嗱，佢有個吸油海綿技術啦，唔使節食。懶人燃卡啫喱擁有吸油海綿技術，形成纖維網，包裹式咁吸油，仲可以阻隔66% 嘅澱粉吸收。以一碗白飯為例，大約只有1/3碗白飯嘅熱量會被身體攝取。自從我食咗呢2樣產品之後，1個月內已經減輕咗2公斤嘅體重。同埋我發覺2樣產品一齊食用，比起單食 CaloCut 有更好嘅效果。Slimpro 配搭埋 CaloCut 一齊食，唔需要節食，唔需要運動，就可以輕鬆瞓住瘦，健康瘦，唔反彈。如果你想燃脂修身，但係又唔想做運動嘅，最適合就食 Slimpro 噶啦。Slimpro 同埋 CaloCut 都係莓果口味。餐前食1包 CaloCut 阻隔熱量，每日睡前食1至2包 Slimpro 快速提升代謝，咁就可以減少吸收熱量同埋提升代謝噶啦。Slimpro 咧可以直接倒入口，然後揾溫水送服，或者係用溫水咧開好佢先嚟飲都得嘅。係啊，俾你試下個味道啊！我覺得好似食啲零食咁嘅感覺咯。係咩？係啊，你試過咧就會覺得咧係幾好食咧，唔會覺得難食噶。啊，唔使沖水啦。唔使㗎，係水果。就搣開佢，一條啫喱咁噶。啫喱啊！而家嚟食。係啊。係嘛？好似食緊零食咁。係啊，食零食咯，係啊。跟住咧，你食完之後咧，就再食大餐啦，都冇咁有罪惡感啊！你又唔早啲講，係咯。我哋等你肥咗先至講。而家我哋未瞓覺，而家你食咗嗰個減肥啫喱啊嘛。咁我哋而家可以起程啦，我哋而家去夜市食大餐。可以大食啦，Go！